來看今仔早起台股嘛，佇輝達財報的帶動 ，AI 相關的概念股是大起，指數起超過1500點哦。台積電相關是起到2255塊，起70塊。另外，全球攏正重視的台北國際電腦節，明仔載特別起股咯。今仔嘛先公布今年得獎的創新產品哦。佇 AI 時代，咱台灣供應鏈相關的技術甲應用，嘛互科技界真期待。AI 唔但互咱生活真濟利便，嘛互廠商真濟賺錢的機會。2026 Computex 得獎發表會拜四透早特別起股，真濟創新的產品變作是焦點。有台灣的廠商發表唔免插電的彩色電子紙，希望會當互業者減少紙的使用。取代傳統的一些電子的數位看板，還有一些周遭的小型顯示器的一些功耗、能耗，做一些節能的一個輔助，讓我們整個在 AI 從技術上到對社會 ESG 的貢獻有一個整合的一個表現。對於 AI 在地端佈局裡面最豐富的，所以在這一段我們其實琢磨非常多，也看好今年的蓬勃發展。AI 若要普遍，背後需要真強大的運算平台、甲資料中心，還佫有儲存甲散熱的技術。因為 AI 需要真懸的算力，包括電力、散熱甲能耗，攏是挑戰。有台灣的廠商就研發高壓直流翼對熱冷卻系統，會當滿足功率真懸的 AI 散熱需求。我們會直接做800伏 HVDC 高壓直流的轉換，直接進 data center， 對整個的資料中心的一個效率是非常有幫助的。專家就分析 AI 已經為前早、空中、雲端，也是無形的訓練，進入終端的應用，像講醫療體檢、工地安全的監控、智慧買賣，還有機器人等等的應用。台灣的廠商都扮演真重要的供應鏈。台灣的供應鏈在這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那同時，我們也看到這些落地的應用也會持續的在未來的這一段時間，好，那成為大家眾所矚目的焦點。所以我們看到的是越來越多的多元的 AI 的應用將呈現百花齊放的一個現象。也拿 AI 產業帶頭輝達，因為第一季財報評預期更加好，拜四台股開盤就飆起嚟，上懸要來到4萬過1561點，起超過1500點。台積電股價更要上懸來到2255塊，起70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